我家己自囡仔以来，我其实受到教育就认为讲啊，其实做人就是，怎样？根据定义，做人就是爱生囝，这是我自细汉拢上最多受到的教育啊。啊，到我根据定义啊，根据定义，你啊，你是人，再等一下，爱生囝，太好笑，等一下，啊，有一个课本把你讲这算是定义哦。无啦，毋是定义啊，就是我意思就是讲，我受到我自细汉，阮兜的人甲我讲的想法，还是讲，我学到的，我嘛无一定伊安尼甲我讲，只是讲我认为我接受到的资讯是安尼。OK，继续。是人，就直接推出你爱尽量会当生出后代安尼。啊，愈大汉，我就感觉讲，其实即个想法算有理啊。我虽然可能嘛对一个人呢有一个可能女性呢有好感啊，是讲有兴趣，但是我认为其实就是做一寡代志，我认为就是考虑讲，就是我就变做较去考虑未来性啊。我感觉未来性啊，较无我就认为。因为你未来是讲，你若是，你未来是讲，你点还，你若要交往，就是要结婚，就是要生囝，你就是这种想法嘛，对，所以你得感觉，我基本上是袂当确定讲，这个查某还是这个女性会当互我行到总远的话，安尼我就袂考虑啊。对，还是讲伊互我感觉做无稳定的，伊根本毋知伊家己爱的是啥物的话，我以前啊，我较细汉时阵，我就较感觉讲，无啊，安尼较无啥物，就是我较会体安尼。啊，尾啊有交往过，啊，佮分手了，我认为。我迄阵就有种感觉吧，我认为啊，爱情啊，即个物啊，首歌啊，讲爱情亲像纸婚烟，就像人咧食薰，迄个薰，迄个烟安尼伫天顶安尼，踮迄个线去啊，就认为讲啊，爱情即个物件，就是茫茫渺渺安尼，所以我就认为，我就较有即摆的想法，就是认为讲，伊是目的性的，伊毋是兴趣性的，伊是有目的，所以开始做即个代志啊。然后变做讲，所以你若是无一个目的，你就无想要紧，你咪即个感情，对吧？就譬如讲，伊若有一个女性甲我讲啊，伊毋生，即世人就抓过，死了毋生，安尼我可能即个人我就可能会较无适合安尼。我有一个目的性的，我较以一个目的性来看待即个问题，甚至我是以问题来对待即项代志。就是伊是一项，我人生必须要经过的一项过程，一个时期安尼。我袂使，听起来做悲哀的。那会悲哀的，因为你感觉这是一定爱过，啊，但是无讲安怎，这是一个 passive， 你毋是讲我主动去追求的代志。啊，就像你一定要食饭，你一定要啉水，毋食饭啉水，你会枵死的共款啊，会高死，会喙焦死共款啊。啊！你食饭上敢会爽？有时阵嘛会爽啊！啊，敢讲你袂爽就毋食，嘛袂使啊！你袂爽，你食了这物件歹食，你即时无别项决定，你嘛是照食，用煲用吞的嘛是甲吞落啊。我想法就是安尼啊，所以讲到悲哀，我是感觉袂啦。啊，无照你安尼讲，逐工咱爱放，逐工爱食饭，对无？逐工爱去便所，你毋去，对无？腹肚疼死，一定爱去，一定爱做。你敢无感觉悲哀？你袂感觉悲哀啊？你认为话这就是人生的过程嘛？这就是一定爱经过嘛？中昼到就是爱食饭啊！你即摆毋食，你暗顿嘛是爱食啊。啊，25岁、30岁到啊，就是爱生嘛。你即摆毋生，你将来嘛是爱生嘛。我的想法就是安尼啊。虽然讲这个比如无我知，无遐尔我因为你真正毋生，你迄个时间过啊，你就真正无法度生啊，会变做留一个遗憾。这个比如有小可无共款，但是在我的心中，因的地位是较活，较这个活的是较近的意思。你安尼听起来就是讲我认为我是人，所以我爱食饭；我是人，所以我爱生囝。对，安尼种感觉。对。我的想法是讲，我是人，我爱食饭无毋对，但是我当食，看你要食啥物饭，你要食好饭嘛，你要食好食的饭。对。你要生好生囝。对啊，就像咱食饭，咱希望会当去食好食的料理嘛，所以咱交女朋友嘛会想去交迄种做人较成功的，毋通交一个做人做失败的来转来起心落命。就是这个感觉，食是拢爱食，交是拢爱交，啊尽量去找一个 maximize 你交的这个品质安尼，找一个个性较好的，较适合的，安尼，毋通找一个转来逐工冤家安尼。这个我知，这个我你有共识啊，有共识啊。